大公司話投資你，佢話要同你公平公正，大家都佔50%，唔佔大家嘅便宜嘅，啱唔啱？錯！大公司咧要投資你嘅時候咧，其實可能佢會知道你間公司本身都可能成長得好好，或者已經有利潤，或者有品牌，或者有人知啊咁樣。咁但係佢會好好咁樣講説話，佢話我唔係收購你51%，佢話我只不過咧係同你50-50咁樣，即係話50%俾50%，大家冇佔大家便宜，大家一齊話事，大家一齊公平嗱，完全係錯㗎。因為調翻轉頭咧，譬如可能係有一啲嘅大嘅公司咧，去投你嘅時候咧，雖然佢係佔有咗你50%，佢亦都願意俾錢，但係一下子咧有啲咩事去爭拗嘅時候咧，就要兩個人去決定。嗱，喺而家如果你未學習，你點樣喺公司裡面爭權利，點樣去擁有一啲特質嘅權嘅話，我講一個簡單嘅例子俾你聽。當一間嘅大公司去投入你間公司，大家50% 嘅話，好啦，如果一下子鬧交，係咪大家50% 分開就算數？嗱，一定唔係啦。可能你個品牌咧已經超過咗10年，你個 logo 亦都註冊咗，但係因為佢咁樣去入咗股，佔有咗你50% 嘅話，咁即係話你呢10年嘅功績，你呢10年嘅數據，你呢10年嘅系統，甚至乎你呢10年嘅註冊咗嘅商標，都係50-50嘅，唔係突然間咧一話鬧交就大家分開咁簡單嘅。你淨係講緊公司嘅 logo 註冊，你要爭翻，可能你要俾一個天文嘅數字，但係因為已經反咗面啦。你願唔願意俾呢個天文數字咁樣去買翻你嘅 logo 同埋買翻你嘅數據，甚至乎去買翻你嘅系統呢？我相信你都會幾重傷嘅。正確嘅方法嘅一定要就算50-50%都只能夠係利潤分成，唔可以權力同責任分成。將來再教大家真正嘅方法，可以有千萬唔同嘅變化嘅。一齊喺留言區裏面去講下，有冇曾經俾人試過收購50%，或者你有冇同拍檔鬧過交？好片記得俾朋友